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咱新闻定来讲到咱台湾上水的景致，就是人情味；好做就是咱的传统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统，讨旺统第二条。统是死的头，落尾嘛有起头、起地的意思，会当讲是一直传落去的体系，像咱讲血统、传统、法统。另外，这个统嘛有管辖的意思，像讲统管；有拢总的意思，像讲统计。若统共就是合共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传统，其实这应该是一个较现代的词，因为差不多100年前，主要的台语字典无收这个词。传统就是世代相传、传承的社会因素，像咱讲风俗、道德、惯习、信用等等。就讲善良互助，就是咱台湾优良的传统。第二个呢是一句俗谚语，古早人讲臭头仔嘛会做皇帝，做总统你嘛有机会。因为古早的故事就是讲到明朝太祖朱元璋，人叫伊是臭头仔红五军，伊细汉是臭头仔，上尾做皇帝。这个意思就是讲英雄唔惊出身家，只要肯奋斗，就有机会出头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例甲做伙。譬如讲，古早人讲臭头仔嘛会做皇帝，做总统你嘛有机会。这个意思就是叫人爱拍拼，有机会出头天。这唔是干那过去传统的想法，甲当这个道理同款无变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统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